咁賽事咧其實暫時咧都算係踢得斯文啊。睇阿根廷嘅罰球啦，列基美睇個勢都係直接拉弓噶啦，一扯埋去1-0啊！哇，好靚喎，真係好靚啊！列基美27分鐘嘅時間咧，為阿根廷打開紀錄，咁啊真係有料啦！呢個波啊，門將巴拉和一啲反應都冇啊！阿根廷領先1-0，列基美射入咗阿根廷喺今屆世界盃外圍賽嘅第一個入球。咁啊見到咧就係比賽冇乜表情啊，巴西萊咧就鬆一啖氣。咁啊，列基美都算係天才啊！今季咧就未為球會咧踢過任何一場嘅比賽，但係仍然係保持得咁好嘅狀態。睇慢鏡啊，完全係彎過人牆啊！咁啊，巴拉和咧只能夠目送皮球入網。咁啊，無論從角度同埋力度咧，呢球咧都係可以講係精品嚟嘅。1-0，阿根廷喺主場先發頭籌。